动词来做事。北港今年我两三来到呢岛喎，希望北港来保佑全家人平安、身体健康，一切万事如意。遇到冇顺心嘅事情，全部做得平安度过。也保佑在外地工作嘅屋下人事業一切順利，求天氣冇乜問題，也請北港來保佑你順利風調雨順，五穀豐收，天資唔受虧，感謝北港。哇，姐姐，東橋冇在內哦，喺街路邊看到哦，喊過你阿伯講下，冇埋嘅邊嘅嗬，係，上安心哦，係啊，用安心安靜，錯啊，你特別該出去食午了爸爸媽媽抬出啊你天性地嘅地面啊，你全部都你阿白講，出去食午做啱啦，啱啲，喺度做啱啦，做啱，係，喊擺東西做乜事？係，喊擺嘅嗰種頭上喊個肉你成日當條都期待那一刻。對。我記得嗬，我記得安尼列咗有15個村莊係咪？該到7月農曆7月20係咪？該為七台柱哈，還有那個義民廟，涵洞該做工東台站，還有東道該嘛7、8啦吼，辦展好時間。辦展韓國米線麼？還有米線麼？像我東好時間辦展。係啊。該義民廟該苗평動動音。唔係該苗평動動音嘅，而家街路全部係音嘅。對。該音呢種係啦。係啊。呢種。各地來嘅。哦。各地來嘅啦。也是係你進步嘅劉氏宗親嘅嗰種家廟，一群去你東橋咧呢，800年嚟歷史咧呢，800年，係啊，係國家級嘅古蹟呢。我安尼進步有一個什麼3街6巷9宗祠，該意思是講安尼進步是全台客家宗廟最密集度最高的，所以你按到年大家都進步了，出門為來行了。走。我記得我嘅可能2.6公里哦。對，按道，所以大家如果來這邊玩，可以在這個大街小巷裡面找很多的古蹟，沒有圍牆的博物館，哇，真係太棒了！你落嚟地方看看。好。看到了三合院是上到安尼蛇仙嘛係大寮種嘅地方，他們嗰啲寮下冇安尼大概按台吼，安尼之前大寮片嘛吼，安有三間錯嘛，安尼住三間，安尼片數到腦白，腦白上冇錯，我個印象太深刻，蛇仙上大號，喺旁邊係竹蘭，錯，嚇，你也上大號，佢老豬啊，講的我就講。拉帕戲哈，就講該豬尾該豬鼻子哦，很恐怖，蠻好玩哈，可是又覺得很恐怖這樣。我未窮講啊，係啊，我爸爸喺度該來冇該點啊。我該漂豬欄啊，專門學豬媽啦，按豬媽叫我豬子再講來買啦，哎呦，對，很以前該豬媽沒怎麼，因為它生產的時候也不一定是白天或晚上，所以俺不是的話，我也讓我媽媽窮還有豬欄的水夢呢。魚豬欄水夢，創啊，要唔聽講，豬媽佢到幾時為窮啊，
系啊，俺妈妈是舅妈强个哈，俺妈妈是夹夹落去接生哈，还爱说落去清洁啊，落去旁边手我该的话边墙是从那啦。对，动辛苦啦。小时候真的很辛苦，但是想想也蛮好玩的。是，你难得转来进步啊，还你也上去来到了。我嘛唔知呢，当球冇转来咧，冇先咧时冲看看咯。好啊，时冲，我爸爸以前转来专门我是一家板条店，板条店，一天哦是该是，日生板条，很有菜，很有菜啊，很有菜。来去吃，好，冇问题。该给你当好食咯，当好食哈。市场哎，姐姐，你要喜葱买？系啊，很多东西嘞。对呀，你看cái条啊，对呀，都冻湖呢，很有名的窗帘冻球的那楼店，那楼店。以前对啊，我还蛮出色的。我跟你讲，以前阿公哈，他们都做窗帘啊、剪布啊，都在他们这家。哦，用手都按价。收东的啦，啊，两毛干。棉被的套子。哦，棉被套，还有客家的。对，那个客家花色。花色对。花色啦。好，该系面种。啊，你是面种。面种。面种。哦，面种。我冻球唔识讲。我大台北啦。动手，我嘛家己。在阿妈强哦，还阿妹薄。爸爸妈妈都错一些就讲。哎，我讲哈，好，爱讲哈。我们要去逛一逛，买东西。好，拜拜。好，好，谢谢哈。要时葱吼，很多东西。可以哈。以前我印象中的时葱哦，冇按整齐。哦。阿妈冇按大家都现在守规矩。现在都很棒了。你要买的东西，烂葱，我们新埔的香肠，新埔的香肠是新埔才有吗？烂葱嘛哈，对不对？烂葱，你打有虾。对，你这个是第几代了？我第三代。第三代，买来吃啊！啊，好啊，很想要吃吃看。好啊，我们来吃。我没吃过呢，那没吃过嘞。要沾酱吗？第一个蘸酱不要蘸酱，可以吃它的原味。然后第二块你再蘸酱，因为两个风格不一样。酱哦，对，因为我们的酱是私房酱，外面也买不到。我自己做的啦，对，自己做的。私房酱，好。叶用芒该做诶。那用个地瓜粉，那个瘦猪肉做诶。哦，瘦猪肉噻。全程都用手工。好 Q 呢。哎呀，还不错。拿来取些原味哈。对，先吃原味。它那个是原味的。哦，地瓜粉。真的吃起来有点像，它因为还有包肉啊哈，有包肉，然后呢就很像我们吃那个地瓜丸，有没有？就有 Q 的，对啊，很 Q。然后像现在天气这么热啊，哈，稍微放冰箱凉凉的也很好吃。哦，而且你会沾一点酱，对，沾点酱，沾一点酱，很好吃哦。有一点点辣。很好吃哎，加酱料。外面买不到啊。它是独特的配方。对。好吃哎，夏天很赞。所以你这个酱料里面有什么？有那个辣椒啊，哈。辣椒看到了。对，还有那个米酱，还有就是我们吃饭的那个饭，要一起去弄。哦。冻豆腐哈，冻豆腐。爱俩豆面。对，很特别，墨西哥。好，这样是讲究。我们要来续下一团。好的，谢谢，谢你，谢你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好吃哈，这个客家的那个味道。哎，先做米线，莫给它饭薯饼，你都好哈。哎呦，饭薯饼，爱上，你最上的是的，真个系吧？哎，对，有饭薯饼哈。饭薯饼嘛，哈，该饭薯饼。这个做的系啊，安慰啦。那中秋节人有没？随时都有，随时都有哦。你消息不灵通哦。我不知道，走来了。我先来付钱。我们 OK。来了哈，已经迫不及待，我上来再去。把起来系啊。好啊。让你出门喊好。新埔的名产。冻肉面哎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梦怡。好吃哈。好，你3磅食。还是好吃。冻好吃哈。我大白人去讲，我讲全新埔哈，又卖
番薯饼，哎是，你讲你阿么？你大台北爱讲你啊芒中秋节芒酒，是啊，哎，安排了。好 ，OK，要不要？谢谢来转嘞。好，老板娘许梦云哈，许梦月，好，慢慢，好，谢谢哈。你俩咧卖猪肉。好啊。你差不多来。雞碳嘅菜點樣雞啦？香菜嘅香菜。哦。誒雞碳，佢哋攞嚟做入邊生，啲雞豬肉當好食。凍多呢？係啊，凍多呢。老闆。老闆。誒你好，你好。你好。我上嚟留意賣嗰種誒三青肉多少錢啊？三青肉。呀，會配嗎？還好呢，還好啊。葉種買肉。愛蘆筍絲，蘆筍絲，蘆筍絲有對這種的比較剛好，要有一點肥，有一點是啊，對，有一點肥，有一點瘦。哦，這樣子啊，嘿，竹筍愛腰。哦，按做得，你買凍煙的哈，老闆。係啊，都要20當煙。真的哈。要讓它切一下。你也有慢切，這樣子。就是可能一段一段的哈。還有這樣。嘿，一團一團啦，對。哦，已經買20當煙了喲。我都要20煙咯，挨把幾多好食哦。付錢啊？幾多錢 ？OK，妹，你還能賣個絞肉啊？哦，你也賣絞肉？對啊，種冬瓜，醬冬瓜，那有種冬瓜，絞肉肉嗎？絞肉。要好吃的呀。你要肥瘦一起的嗎？不要太肥。對，要肥瘦一起的。你要無論切着。你有哪一地呢？那有種冬瓜。按做得啦。做得嘛。好 ，OK。好，按做得。好。冇點配嗎？唔會啊，呢冬瓜唔會咧。唔會啊，係啊。這很漂亮。啊，用凍醬啊，該得凍醬。好。這200 K 啊。好，讓我教下。好。漢雞幾多錢？150。攞300。讓我坐下，付過來係咪？係，付過來，好嘞。請問一下老闆。謝謝。好，老闆好。嚟，行了。係啊，你看你啊。這些。棒妹，老闆愛做的試吃嗎？想說幹嘛係哈？你幹嘛係啊？哈，這些的記憶全部都回來了。錯啊，它湯頭很好哦。我喝一下。對，你試試看，凍回去咯。啊，哇，就是這個味道。是啊。動吃，來做聲。啊，你又賣乜㗎？賣筍乾啊？賣筍乾啦，鋪水，啱講。該60年的老店，60年，對，60年你看，乜開始有咧？哇，係啊，很多種菜呢，對啊，很多種菜呢，係啊，你看你啊，這些棒妹，老闆愛做的試吃嗎？想說幹嘛係哈？你嘛係啊哈？係，你個放喺一地好啊，你棒妹當好食咧，食到皮哈，這些的記憶全部都回來了。錯啊，呢個嘢人都。回味的一個味道。係全部全都賣哈。哦，你倆店快60年了。係你種菜全部自己做的嘛哈，很強哦。按賣筍乾。那我們要買筍乾哈。按筍乾有冇買？1斤120。哈，按便宜哦。對啊，唔貴。我台北幾多？台北冇按好誒嘅，你兩個你用按盤。對呀。好，老闆你那台也好啊。便宜哦！哎，我台北冇按好誒。對啊，你看又新鮮的哈，老闆你拿終於進來哈，我按盤用係哈。係啊，台北按盤用啱講哦，賣你講120嘛哈。120。可能有200啦。200啦我。還有泡菜。用泡菜嘿。泡菜。我也買了一串。你要用台的。一串的來唱100。鴉片是做得嘞。 48塊，48老俩係120，哎，48，168，付錢。對，好，有你在真好。是啊，就找你付錢就好。對呀，對呀。好嘞。哦，老闆，謝夢你哦。謝夢你哦，韓國鵝。哦，你還有賣乜㗎？我賣嗰種誒，蔥啊、姜媽啊，對呀。你賣幾多？哦，我賣豆豉哦，我自家切哈，韓國蔥味豆。 蔥啊，哎，蔥味對。辣嗎？辣 ，OK，按做得。按時做得嘞。嗯。誒，哦，你發現到了呀？你乜㗎？香蔥係啊，香蔥酥。這個爆的嘛哈。這個多。凍氣的哈。差不多2鋪誒。哦，凍香。香誒。是啊。哦，你買乾轉去吼。係啊。
厝嘛，甲菜这么多咧表，你爱卖俩个，係啊，呢做面咪做得呢？俩个幾多錢？200係啊，好，係啊。我的20萬元。哦，20萬元2種係啊。哦，好，200，那就220，付錢。好，謝謝。走先，走先。早先哈。好，老闆娘，辛苦你哈。辛苦你哦。謝謝哦。再見。再見了哈。拜拜。拜拜，歡迎再來。好。就是这家板条店，板条店，赶快超好吃的。好，哎，你那个是汤的，我这个是汤头，你看它汤头很好哦。我喝一下。对，汤头超棒的哦，美味哦。你吃吃看，冻胡须喽啊！哇，就是这个味道。是啊，就是这个最传统的古老的味道。对呀。哦，好食嗎？好食，好食。對呀。我愛食板條炒的，哇，你板條凍 Q 呢？哦，凍好食。我體驗是兩種感口感啊，QQ 的吼，凍好食。信步板條哈，凍有名的哦。我之前我記得我爸爸特別做來信步，一天回來兩食。嘿。阿爸嘛係炒。對，韓國日本阿伯哦，佢做來哦都是指定要這一家。你講佢30年是開的呢，民國30年，所以它是老店。老店對。啊，30年我爸爸可能就十幾歲前年呢。是啊，所以你看他們都愛，這對他們來講也是小時候的味道。小時候的味道，對對對，好好吃哦。一公聊甘梅苦瓜，吃一個苦瓜，凍好食哦。哦，這個夏天吃，夏天按熱，是倆肚吼，肚肚吼，對，哎，倆好食呢，好食好食，好食，好食都食，安尼嘛噶，倆豬肝。豬肝，涼拌豬肝，凍叫唔是凍叫唔這些哈，它跟薑絲啊涼凍好食，凍嫩哈，很嫩啊，很好食啊，讚，你講倆嘛噶，哪個講倆？倆嘛個筍，倆田龍筍凍甜哦，凍好食咯。哦，佢講佢凍甜嘅意思。對，老闆凍好哦，佢講招待你，撈沙拉。好吃嗎？那好吃哈，真的很甜。好吃哈，超好吃的。這個名字田龍筍，我第一次吃到。是啊，你台北應該冇。我冇聽過，我唔係按照田龍筍嘅，就營養啊。我讓我爸強啊轉來。意思講，一天學來倆。我記得去寫，我記得嗰種是冇按台鍵，去方便寫鍵嗰啲。對，按佢倆按台鍵咧。按動員來食啦，哈，按佢是拓寬呐，這樣。是的哈，棒哈。對啊，老店呢。又好發嘞哈。春天嘅日頭花，哦，以前哦，該冰料嘅時間，青葉草嘛，哈，冰料。暑假啦。抽火柴轉來看下個，係。最期待係嘛嗰啲啊？你是土澳沙去好吧？係熱天嘛，嗬，高水，還有米飯啦，哦，還有係乜嘅？花生田哦，蹄頭田，蹄頭山，摘嘅因摘出嚟，摘出嚟嘅蹄頭，啊，那就去煮，很好食，很好食哈，很好食的。你冇話嘅方便啲肉甘蔗糌，白了糌啲嘛哈。還你食嘅啦嘛，我們家下冇東西好食啦，偷摘嘅人嘅甘蔗，偷摘，對，偷摘嘅人甘蔗哈，韓國白了啊，你偷摘去食，往里就南外加，南外加，對，佢該往里糌，哈，然後佢食來嗰種圈呢，你大家食來食唔可以大家強埋去呢，就往里有咩食？很往里啲啊。專門食來呢，佢話牛嘅頭啊啲啊，燙睇之後嗬，食來好大力啊，佢話牛嘅往裏頭啊，咁厲害哦，冇刀嘅呢，係冇刀，然後冇東西好食，嚇，還是
较细来的，个冻台嘛吼，较往里让个冻到个杀骨呢吼，用杀骨哦，对，按往里是让搭个杀骨呢，按往里爆出来，按爆出来大概是拿来是个往里肉，很甜很甜浓。我该食些憨好料哦。对，了就大家冻圣节，冻圣节好快乐哦。哎呀，特别嘿，对，憨厚，真的。他拢讲吼，因遐来了解吼，冻有名的田园餐厅哦，哎，个头讲样吼，冻强哦，佢就个种个个海南改变啥加过来的哦，佢这个嘛行业，加了了头嘛行业啦。安样哦，行业吼特别就是双张的啦吼，俺小学同学会那样吼，俺嘛到了头盘，哦，头讲样很强哦，甲煮的菜吼，冻好食的，俺佢吼对。咱去一山吼，就咧盘惊死种做的菜呢，很厉害啊，很厉害哦，系啊，冇简单的，冻袂做哦，冻袂做，哦，系啊，要做到冻好食，他了豆嘛青酱咧吼，嘿，青酱咧吼，哦，冻肉苗系啊，系啊，冻肉苗，头干用，头干用啊，哦，头干用，系啊，佢同头干用，你都该做乜计啊？哦，我在做冬瓜酱啊。系哦，安袂哦。因为现在是冬瓜的产季啊，我们自己吃不完的，我们就把它做起来，保存到之后我们想吃就有可以吃啊。哦，因为客家人都是这样子做。哦，水是又好食啦，哈。对啊。你要晒几日哦？这个的话，我已经晒好4天了。哦，4日啦，系啊。4日。安袂呢？客家人。系啊。大家都冻sống啦。系啊，即架酱。酱起来吼，就得食下球啦。臭吗？臭啊。很酱的东西吼，如冻。很下饭，下饭菜。夏天都很喜欢吃这些东西啊。然后你要酱做要煮汤啊，要酱那个碎肉啊。哦，对。哦。冬瓜煮汤都好食呢。对。汤熬啥做得让你好做吗？好做吗？可以啊，酱做吗？那边做啊。好，摸啊，啥？来，让你好做。让你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系啊，你安排啊。谢谢。哎。我现在是教你们怎么做，这个是我已经晒了4天的成品，已经好了。我们这是米酒，一定要用米酒洗过哦，因为我们没有放防腐剂，什么都没有添加，所以我们要洗过之后可以杀菌，还有灰尘。然后我们酱起来不用放冰箱。那这个的话就是放越久，它就会越香。肯定用半做，对，这样洗过就很干净了，然后它也帮忙杀菌了。对。阿姐姐，你帮我洗这个。好，对，米酒。对，那我这个切给你看。刚开始好，这样切过就可以了。好，对，切好就放旁边。放旁边，按等下老板娘等下已经是酱了哈。哎，对。好，刚刚切了哈。好。很香哦哈。很香啊，米酒。因为这几天天气非常好，因为你晒酱冬瓜的话，一定要看天气。天气好，我们酱起来的冬瓜就是很漂亮、很黄。因为如果是天气不好的话，我们变成要放回冰箱保存，它就会可能晒起来会比较黑。哦，哎呀，你好，你要冻酱的哈。对，冻酱也是。对，因为现在冬瓜品种很多嘛。对。像有芋头冬瓜很多品种，可是那些冬瓜的话，它肉薄，酱起来的话，它肉不够厚，会不好吃。你很马个冬瓜？这个是传统的。传统的哦。长冬瓜。长冬瓜。哎，你要冻盆的哈。系啊，要冻盆。系啊。对。哎，你看晒了，你要看暗盆的。对，晒了那么多天，它肉还是很厚。老板娘你很强哦。很强。这个都是老人家教我们才会了。啊，这个冬瓜我们就这样放一半的冬瓜，然后我们再放那个黄豆酱。黄豆酱。就像我们吃饭的那个碗，1碗的黄豆酱，1碗糖，3碗水。可是看个人啦哈。应该是等于紧门啦，系啊。对，就是要放满，因为你放满的话，它就不会有空气，怕发霉。是哈。可能会穷甜不辣。甜不辣。莫你天气好。现在我这个就给你们做。啊，一条冬瓜做得做几多干哈？那要看大小，因为我这边的话生的时候我称是13斤。哦，是啊。对，13斤生的冬瓜。生的啦。它那就灶啊，晒灶人俩都有甜甜。冻台挑。好，按做得啦。我係沙做嘅講係啊，好啦。剩表，好嗎？放一半。先放一半。啊，表青菜表。
对，随便放。哎，落去做得了哈。对。哎，不错呢哈。哎，你又学一道菜嘞。哎，老吗？好像老板娘，没关系，太过没关系，那我们就把它放成一瓶好了。哦，放成一瓶好了，好，可以。好，嘟好了哈。对，就塞，全部塞满。哎，你先撒冬瓜酱。哦，要先撒冬瓜酱。对，不然它底下泡不到。哈，按撒冬瓜酱，好嘞。按偷家哦，你係海南客家人哦。係啊。喺你講嘅該客家法郎啊啥又買毛薑龍嗎？係啊。應該比較黑吧，所以我不太敢跟你們講，我怕你們笑我。西蒙人有冇講？我們是講恰恰，是有點不一樣哦。有沒有？又該讓那啥兩條嘅客法好接近呀？沒好接近，係安尼做都完全聽不懂。唔是嘞。就那我就講一個樣，你們可能也猜不出來。當過涼油馬柳齋。哈？我爸爸去台北些賭戲嘅些嗬，該提嗬尾去攞時。我是介，我啥是介，結果咧，佢為何咧？喺起屋是差唔多4平台甜，4平台地方20年，7個月咯。哦，這樣很辛苦呀。懂吃，來做事。那我就講一個樣，你們可能也猜不出來。當過涼油馬柳齋。嚇？哦，咁乜嘅？乜嘅？咁啊，英國講一遍。講一遍。當過涼油馬柳齋。當過涼。對。油馬柳齋。幹嘛嘅？翻成客位係乜嘅？我們這邊的客語就是說3檔有蟹哦。嚇？哦，哎呦，剪枝叉凍豆。哎呀，好啦，我來表。對。鉗下去啦，哈。哎，對。這樣可能有點太滿了。太滿了，沒關係，倒出來係啊。哦，所以要先把，還要先把它倒出來。你冬瓜先一落去，等下醬讓做個一下做得啦，哈。塞給它緊。係啊。哦，老闆娘就還是有，果然是有技術，有技術嘞，哈。老闆娘強。我啲咧，你睇下，你看得到，空就。哦，佢係折下去啊，佢等下佢咪折下去啊。佢哋全部就。咩，佢咪折下去，佢咪折下去。對。因為它這個壓緊，只要沒有空氣的話，最好是不要有空氣。它沒有空氣的話，它空氣進不去，它就比較說我們上面到時候開起來上面都是好的。有空氣的話，就是怕方面會。料到用，沒有關係，唔怕。對，也沒有辦法說你像你每一條都接近的話，變成你那個冬瓜醬泡不到。啊，它就會不會有鹹味啊？哦，還是有一些空隙，所以按用做得嘞。做得，因為叫滲透落去嘛，哈，叫佢浸到啦。像這一瓶的話，就是我已經做了半年的。半年哦。對。哦，是啊。哇，它顏色很深呢。對，因為它這個越久就越好吃。從越陳越香哎喲，你品品看，很香哦。哇，這個它就是放越久，它越陳就越香。所以為什麼以前老人家講說，吃不完一定要醬起來，它可以吃很久都不會壞。哦，我吃咗多片。對。哦，很香，很香哈，真的。等下那兩個。你來等下煮菜。冬瓜。好啊。冬瓜那個蒸肉。係啊。好。你下來做乜嘅？你來做吼醬冬瓜、脆豬肉，喊你下吼，你來先你下蔥吼，你下頭吼先切太機，切太機你下吼，還是差唔多蔥拍很多，蔥拍是好嘞啊，蔥拍是好嘞，因為你係蔥入吼去落去吼，蔥入會旺太去，對，所以你吼，你還是做得嘞，你蔥拍是好嘞。蔥拍是當香，你就先掉落來，好，你做來切冬瓜，有時頭先該種，你頭先種嘅冬瓜，當香哦，哇，冬瓜吼，你是切丁啦，用幾多呢？太甜啦，因為佢你種咗幾多啊，對不對？係啊。你煮長度就長下，長度就咪幾啲種冬瓜好，這樣咪好鹹，
呀拿来煮汤，哦，煮汤咪当好食咯，当香。爱煮嘛，煮排骨煮啦。排骨啦，做啲三层肉啦，做啲三层肉啊。哦，佢味道當好呢。煮三層肉，嗯，煮三三層肉層肉啊煮湯哦。對啊，三層肉先煮，差唔多會好咧，嗬，你一冬瓜嗬，嗯，會落去就唔係煮湯落啊。係，對，咁樣偷家用種嘅冬瓜當香，係你是唔是老ram嘛？因為你本身哈本身是有鹹嘛。係啊，而家又鹹又甜。對，又甜又香。係，咁樣做了，係，咁樣是做得咧。簡單咧。係啊，唔會難咧。我學起來咧。學起來咧嗬，差唔多。冇長多叫冇長鹹。係你順透米嗬，你冚冚嘛。哦，誒下多順透米下對，香。好香。當香嘅啦，順透米會落去啊。好，冚冚啊，時候咧。冚冚嘛，係啊，要，這樣打碎一下，好，切一下啦，好，順透米變來嗬，是當香嘅，係樣嚇，咁個薑媽一條，去腥味係。嘛係切丁嗎？切丁 OK。看起來是愈好食。係啊，你啲黑衣嚟嗰種係。它脆脆也做咧啊。係，種冬瓜脆豬肉，當茶盤咧。用真是當係啊，當簡單茶嘅盤咧，就這樣嘛，嗬。你吹了先裝好來啦，嗬。香港米酒嗬，米酒，它的睇啲嘅量啊，嗬。倒落來嗬。哦，倒落來按戳。香港頭肉，嗬，頭肉掉，你頭肉冇按到，因為個種冬瓜嘅顏色嗬是肉類啦，係。按幾嘛要鹹。係，有肉鹹。係你係太白粉。哦，太白粉。係太白粉。全部變落去。因為你撈個太白粉一掉嗬，幾脆嘅豬肉嗬就好滑爛啲啊，就唔會按澀啊，就當好食。我們就抓一抓，哎呦，那個好睇，抓一抓，等下你是來做肉丸，冬瓜肉丸是來脆，當香嗬，你有見到啊？有，跟做變身個肉丸很脆。對，你叫還是當香嗬，你有皮頭啊？冬瓜真是係啊，你有皮頭嗎？係啊，就這樣。等下你賣一個。係啊，帶咗你推邊？你係吹了嗬，按種還是好啦，嗬，那是當香。該你是來做，用慢做。該丸子，上睇啲用打一隻平盤去，等下你甜會脆。係啊。係。佢睇爭咯，青菜。睇啲。係啊。誒嗱，冇長睇隻。冇長睇隻。學四隻掉。誒，差唔多啦嗬。誒，做一隻。唔是講話攞佢做幾ren啊嗬？哦，不用，佢等下脆下來嗬，係，佢是會按，這樣可以啦。哎呦，做得，你看當香好咧。你按簡單做。係啊。喺你寫些種，我攪水就是學煮菜呢。攪水。係啊，家下攪水讓佢太甜。係啊，家下凍矮啊，嗬，慳按水按矮啊，還是貼定咗呢。貼定咧煮咧，因為媽媽都天天種菜啲啊，按上下嗬6、7點鐘toàn部人轉啊，嗬，按上係有媽媽按慢轉，按轉咧因為煮飯人家都食嗬，因為還有2個老太嘛，嗬，還有爸爸，按上煮飯該媽媽轉咧按辛苦咧，嗬，還嚟煮飯不喊人食，喊我是想不是辦法。還是吃乾肉飯，應該是學煮啊，係啊，所以我就開始從小哈，開始當學煮嚟啦，就是當入興趣咧，當入興趣咧。響當學。係啊。我記得我細時節嗬，我就大推背啦嗬。係。大推背嗰陣時，我爸爸去推背些賭戲嘅些嗬。係。個天嗬飛起來時，我是假，我啥是假。係。結果咧。佢為何咧？係起屋是差唔多4平台甜，是加姓大呢。哦，係哦。啊，來一個颱風。哦，沙房睇咧啊！佢為起來個籬笆全部搬吹掉，吹掉個是變跟羊沙，就被別人佔走了。係啊。係啊，佢愛是到個差不多4平台哦。係4平台嘅地方，20年。係啊。所以大家是
这些就唔敢强调啥咧，不卡没地方好错啦。汉堡下山大家渐渐年代啦，系啊，7个人哦。哦，这样很辛苦的啊，然后俺大概按时地方差不多哈，34平台，啊，大木龙啊，我介成人爸爸妈妈7个人啦哈，没办法好衰，我爸是该打一个那个好像通铺有吗？啊如这些很会淹水嘛，好打通铺，让你打好够掉，啊够掉是唔讲饮水嘛，唔讲饮水系，他们个水小孩越来越多，啊个提供按水，没办法水，啊爸爸如老给打一层，就把它打一层好够一层，其实个定木板呐哈，没有，还是我啥上面台水当够，是啊，嘿，阿爸妈那留。该不冻酱吗？冻酱吼，冻酱的4平台的，差不多差3种榻榻米。是啊，从千个以内来。系啊，哎呀，冇办法啦，第20年呢。哇，冇简单的冇简单吼。对啊。这些大家都唔冻。嘿，那个农业时代经验，大家都辛苦的。按过年的是的啦。我记得吼，这过年当又盖好些，因为盖过年拜拜嘛吼。我妈妈是会买几只盖的。啊，几只盖的，大家是酱都该洗该做个习惯，他们个该。这些个做按台甜甜，这些感觉个做动态，啊黏全部系菜，好，和一只鸡呀哈，大家本啊哈，马莎看马莎爱心嘛，来就大家是较深啦，我体会去解决。系啊，你俩吼，你该攀升来吹好啊？好啊，你啊冰水哈，咱差不多。8分满的水嘿，对，你填饱下落去哈，看你爱薄个哈，加盐，好，你冰咧填饱地板度来吹。哦，用填薄吹是好，填薄吹就得咯，你看当放片咧，系啊，还你可以填落去，嘿，唱，落去，哦，对，哎呦，吹几久？按等它跳起来是走就好了，是走的嘞。按位做菜啊，平常做嘛个菜啊？没有，平常啊都是卤肉啊，韩国个爱给买肉孔肉哈，肉贵拢薄，韩个卤蛋呀，我种到30张呢，贵拢薄，30张，啊成日都当好食，结果按用腰卡嘛食的多，系啊，那都啥大家当好食。动吃，来做事。我今日煮了笋丝卤肉，还有了菜吼是过年那些我看妈妈来为主，俺煮了一锅吼，大家全部冻而些哈。很下饭呐，对，所以一定的啦，这只有过年才吃得到，所以我只学了我妈妈这道菜。好，俺今日来煮看，好，就问大家试试看。好，猪肉哦，是加水滚内嘛，烧一下，倒给烫一下。该顺势哈，顺势因为大家洗好咧，还都卖转来哈，该顺势有洗下强调。因为顺势啊，你该动又动到该种嘛该杀啊嘛该掉东西啊，哦，稍微比穿烫了，穿烫一下，穿烫一下手，勾一下，特别你下过年啊，爸爸妈妈你下冇菜嘛，过年些大家怎么讲？我讲问过年来食嘛个啊？大家讲笋丝卤肉啦，妈妈的味道啊哈，妈妈的味道系哦。该改人我先打开，好，我先拿去冰落去，你先冰落来，好，很杂哦，按了落了笋丝哈，洗好的笋丝啊，重台记，重冲啦，煎啦，这条笋丝一盒呢，对。冻起哈，又冻破呢。对，又冻破又甲冻起。按台地什么？那我那去煎下食对。我了顺序要滚冻球，大家讲了应该冻好滚啊，一下是好些么呢？这一道菜
我会滚差不多4、5点钟球。是哦，去按球哦。佢做到按球，会滚到按球。撞唔入啦，係啊。该肉啦吼，撈筍絲啦吼，喊等下撈該撲出來。係。該梅頭人為。哦，就會出來。人為全部。係。你要全部等下。走過來哈。係。我用幫忙做的哈。做的。哦，好讚哦。嗰啲筍絲凍醬。係凍醬。你嗰邊賣凍醬吼，新不時中賣的。新不時中賣凍醬。對對。品質也很好，對。品質就當好。我就特別賣摩蘭醬。摩蘭醬吼，喊等下撲出來。哦，撲出來，馬撈佢剪啊。係，撲起來係啊，也撲出來，買撈佢剪啊係啊。按從容，也撲出來，因為撲出來嘛又鹹嘛。對。所以等下調味時節吼，我等差不多滾4、5點鐘叫嘅時候，你試試看該梅頭。好。係，喊係講唔辣鹹。人哋用嘅調味料啊，係，喊你平常做按位做菜啊，平常做乜嘅菜啊？我平常啊都是滷肉啊，韓國嘅我見買肉控肉啊，肉貴攏薄，韓個滷蛋呀，我種到30張呀，貴攏薄，30張，我成日都當好食，結果按用油拍麻食嘅，麻食嘅多，係啊，我都生大家當好食，控肉。肉卵哦，炒啊，卤一鍋，卤一鍋，係啊，當慢慢食，係當家成日都好食哈，係啊，兩餐過時食睇到，我感覺安尼客家菜哈，從了都凍特別啦，真的是味道凍好，對，很多人都很喜歡客家菜，就是因為這些味道是很特別的。炒，姐姐，那加水，我來倒下，我先倒加後背咧。OK， 係，肯係加水哦，好，應該水啦，我拿過來一下，係，我就拿過來哈，係，我不應加水，係，有水哦，加到該嫩該食材，係啊，醃沒食材，哦，醃沒食材哦，你想等佢燉哦，係啊，等佢，係，等佢慢慢呢，慢慢燉哦，慢慢燉，好，哦，開始當鹽梅嚟哈，好，開始當鹽。開火，好，熱嘞，好，這樣子等佢燜大概4、5個小時。係啊，哦，糖講，因同時嘛，大家咁樣凍誒，先煮為菜哦。我要擺時係差唔多10點左右哈，開始上樓檔啦哈，喺廚房啊哈，開始夾啊準備啊哈，差唔多15道菜。哦，大家食到哈。差唔多15點就好啊，2點鐘。15道菜2點鐘有哦。2湯湯，還有你厲害。對對，又都簡單啦，又都是涼拌啊，涼拌有3種啦，小黃瓜涼拌啊那些啦。哦。對，幹嘛體力動力好咧？對。好，對，那個好像好了呢。哦，嘿。來看看啊，炒。哇，很香啊哈。很香呢。係啊，一天當好食咯。哦，一天當好食。是。哦，等下嗬，等下該順勢好咧嗬，安時就嚟食盤咧。係。哦，你按煮按球應該差唔多咯。我先看一下。打過來看哈。哎呀，好讚哦。哦，有皮到香咧哈，我先試試看。好，講啲梅頭，辣麼？你試看。好。有鹽梅嗎？哎呀，適合兩種嘅，媽媽嘅味道。等下我加一點點那個調味料，好食。我倒。嗰係乜嘅東西啊？呢係煎魚粉。哦，煎魚粉啊。因為佢嘅福菜要梅頭嘛，所以平常時唔是講加其他麻辣嘛咁樣，你是差唔多好一些，試試看該梅頭，做得是做得咧，唔是加麻嘅加東加西啊，唔是，係講該順勢下多，肉下少，
汉姆按酒，跟顺西西酒诶，它是做在加那个橄榄油。橄榄油哈，对，加一点进去。有。好，哪类啦？你看，跟牛中们那样入口即化哦，我讲哦。哦，难怪你炖按酒哈，有香吗？有香。一天都好食嘞。哎，那谢谢。好，你谢谢。好嘞，我夹到去食哈。瘦哦，应該冇食過啦。當一隻煮嘅冇窮。冇窮啊。好食啦。是又出味啊。又出味。好食。成點鐘喊出味。好食啦。好吃。成功。對，好棒。好，嚟食飯。好，食飯。哇，好棒哦！食盤哦，食盤哦，來，哎，真的是你好，醬冬瓜肉丸，蒸肉丸，對，你試試下，我馬來食，棒棒。唔是食過呢？你唔是食過，你唔知哦，就是客家菜咧，你要凍好食，凍門吼，凍腳，那真是很下飯的菜，一定要跟飯一起吃，很香哦，好食。啊，真是做的是凍豆丸，你看你話凍門哈，好食，好食，好食哦，然後一定是做的是一碗飯啦，係啊，好食呢，凍嘅哈，按按簡單做，你上台北表演做得按做，好，按你試試看愛做誒，好啊，我愛食，準時，很多都好食的。很多是好食，試試看。好，而家真係愛煮按球啦，真係愛煮按球人好食。梅頭出來呢，梅頭嘅煮按球啊，真係應該你肉凍落嘅，入口即化。哦，真的入口即化。香雞嘛，棒盤嘛當好食，而家真係棒盤，一定要棒盤食。哦。很好食咯，叫呀湯泡湯哦，哦，是啊，湯泡飯，也好食啊，哦，冇咁大，好食。咱過年了算，你了解嗎？阿金教你嗎？也可以啦，因為我從細是看媽媽做啊。哦，了我媽媽教我，了阿金教我，阿金教我，給你了，同媽媽的味道，媽媽的味道，對，真的啊，真的，因為。想到媽媽就會想到這一道菜，對，真的是很開心可以吃到這個。你難得上來咧，俺今日大家按武漢大家仲要除來食嗬，我哋下嗬，我來食下，係唱歌啊？嚇，唱歌唱歌啊？係啊，難得上來咧，我係摸唱歌是冇辦法上嚟。錯。好啊，你食啦，你食，我來食好 ，OK，唱。哎呦，愛從愛滿街都是寂寞的朋友嗎？走的，唱一段首嘞，你誰彈？好。滿街都是寂寞的朋友嗎？他們都是跟我一樣的嗎？如果他們都在尋找失落的心，會不會害怕？做得嗎？好糖。今天漢安豆提放哈。有一首客家歌。哦。我改白學嘅。安袂哦。行過河吧，細人的安豆沙，行過樹下，錯了個老人家。好糖嗎？哦，好糖。愛唱歌啦，好啦，你南擺請愛做來嘛做得去唱歌啦。好 ，OK。韓國新婦按到河寮的地方，按到古蹟哈，我感覺南擺做來順利行啊。好，冇問題。安用一天做得豐富之旅，對，好唔好？你有老新婦，哈。係啊，新婦按你膝蓋提放啊。錯。我要讓它大大發展。對。好。講說咧，食盤，兩種才是啱好食嗬。係啊，啱好食。
再见。